大家好，今日由吊手筆脊上馬鞍山。首先我哋由吊手筆脊直接上吊手岩，之後經過牛押山落三角石河，再轉落靈象脊去揾一條比較容易去到人在天涯嘅隱蔽方徑，之後上馬鞍山，最後沿礦場外脊完成行程。今日嘅路線係屬於極為高級嘅路線，喺馬鞍山站嘅 B 出口出，去新港城 A 座旁邊落行人隧道橫過馬鞍山路，再轉入鞍山里，行到雅景台上百幾級嘅石級，然之後左轉繼續上，行入馬鞍山配水庫個閘口，見到配水庫要轉右上一條小徑，分岔路行梯級路繼續上，上到見到個涼亭，要留意左邊有條山路，呢度就係吊手筆脊嘅山徑入口啦。入口嘅海拔高度係120米。簡單咁講下今日嘅路線先，我哋會行而家呢一條吊手筆脊上呢個吊手岩嘅，然之後向牛押山嘅方向落一落去三角石河打張卡，再行去靈象脊揾一條較容易可以去到人在天涯嘅隱蔽方徑，最後當然我哋會上埋馬鞍山啦。溫馨提示，今日嘅路線有大量嘅攀爬同懸崖，需要有足夠嘅精神、體力同勇氣。我諗自己應該唔會再行第二次噶啦，所以條片主要都係幫自己記錄一下到此一遊，順便分享俾朋友們睇，俾佢哋睇咗當去咗。又或者中意玩挑戰嘅觀眾嘅你，睇完都想試下玩呢一條路線。好，講返而家嘅路況，吊手筆脊初段嘅路都係微微咁向上行，如果連呢啲路都搞唔掂嘅話，可以行右邊呢條雁谷迷徑撤退，沿住雁谷迷徑橫行出返去馬鞍山燒烤場，再上些少，左邊係去離天棧道，離天棧道係沿住個懸崖邊，同一啲懸崖嘅攀爬位可以去到人在天涯，係一條極之危險嘅山路。我哋就繼續向上行，過咗條分岔路之後，斜度就明顯越嚟越斜。而家距離吊手岩呢200米嘅路程，要攀升成240米，就咁諗都覺得非常之斜啊！話咁快就上到第一個攀爬嘅位置，我睇個片，呢段路好似有7至8個大約3至4米高嘅攀爬位，每個攀爬位都有一定嘅掹手位同落腳位。雖然呢度唔係啲咩懸崖啊，但都唔好掉以輕心。回一回氣，嚟個回望鏡頭，再上。上到嚟見到嚿怪石，
吊手筆脊嘅攀爬位差唔多行完啦，最多都係大級咁上。爬晒吊手筆脊嘅攀爬位啦。如果問我難唔難嘅話，吊手筆脊係香港攀爬難度較高嘅山徑之一，而且發生過嚴重嘅意外，我當然唔會話容易啦。雖然每個攀爬位爬完都有個安全位置俾你唞下再上，但未必任何人都爬得到，絕非新手路線啊。上到一個較開揚嘅位置，望一望出面啲風景，今日嘅能見度麻麻啊！對面嘅船灣淡水湖都睇唔清，下面係馬鞍山同烏溪沙附近嘅一帶。休息完，我哋繼續上。牛押山高吊手岩相差90米，面前呢一座係牛押山。從呢個水平角度望牛押山，我哋應該差不多到吊手岩嘅山頂。由配水庫開始計，用咗1個鐘頭15分鐘嘅時間上到嚟高海拔589米嘅吊手岩。吊手岩嘅山頂係冇標高柱嘅，只有一堆亂嘅石頭。喺度望出去嘅景係西貢嘅方向，尖尖地嗰座山應該係大金鐘，高嗰座係馬鞍山啊！我哋繼續向住牛押山嘅方向前行，遠望西貢嘅方向好似一幅山水畫咁。上埋牛押山之後，再上馬鞍山之前，會轉入2條方徑，去2個地方打張卡，先會落一落去三角石河。而家到咗海拔高670米嘅牛押山山頂啦。喺牛押山嘅山頂落多200米，下降70米左右。留意右邊有條唔明顯嘅路，我 mark 低咗落去嘅位置，大概係高海拔605米附近，就係喺面前着紅衫呢位人嘅位置轉落去。一轉入嚟方徑，已經覺得有啲難行，條路有少少微微向外傾，要挨住右邊慢慢落。嚟三角石河亦可以喺馬鞍山燒烤場由下游嘅位置行到上嚟。我覺得下游嘅位置有機會要濕腳，而且呢度啲碎石比起大嶼山9牙嶺嘅虎敲石河更難行。我哋由主徑行落嚟5分鐘都唔使就到啦。三角石河又稱馬肚石河，位於馬鞍山與牛押山之間嘅山坳位附近。點解叫三角石河？係因為石河嘅形狀呈倒三角形。
離開三角石河就沿路上返去主徑，上返嚟主徑，向住馬鞍山嘅方向行，沿住主徑行多大約300米嘅路。今次係要留意左邊，稍後要轉入左邊一條地圖顯示叫靈象脊嘅山路去人在天涯。喺主徑行咗300米，位置大概海拔665米，左邊就係靈象脊嘅山徑入口。入口嘅路況兩旁都係一啲密林，路碑都算清晰嘅。但一行到望到景嘅位置就開始泥了，斜度大概有6至70度。好在係啲泥路，冇乜碎石，兩邊有雜草同樹幹可以幫下手扶住落。靈象脊一直落到底係離天棧道。離天棧道係一條沿住懸崖邊嘅一條環山山路，十分驚險。朋友之前行過，話可以唔使經離天棧道，有條好隱蔽又唔太危險嘅方徑可以去到人在天涯。由主徑轉入嚟靈象脊，落咗100幾米路，見到堆石頭，條隱蔽山路就喺右邊。要好仔細望先見到似係行到入去。我mark低咗呢度海拔大約556米附近，亦係中咗我預先劃定嘅位置。地圖上呢度冇顯示係有路嘅，路況主要都係穿過啲密林，不至於要爆林。又係有少少向外傾，向外傾嘅斜度冇落去三角石河條路咁難。條方徑100米長，行咗幾分鐘就已經見到人在天涯啦。上人在天涯之前，先經過手指石，由手指石行過去人在天涯條山路都好闊嘅。如果冇呢條隱蔽嘅方徑，我都唔會行離天棧道去人在天涯，因為離天棧道真係唔係講玩啊！離天棧道需要不停咁手腳並用攀爬上落，危險性極高，必須要相當有經驗同體力。離天棧道就係由呢度下面爬上嚟。好啦，影完相打埋卡，係時候要離開啦。而家差不多開始日落嘅時間，所以我哋選擇攀上呢個10幾米高嘅直壁，直接上馬鞍山。我哋係有多年嘅攀爬經驗先敢上。大家可以沿路返去靈象脊，上返去主徑，再上馬鞍山。
預計應該行40至45分鐘嘅時間就會上到馬鞍山山頂，而我哋由人在天涯呢度上，應該30分鐘內就會上到。上完呢幅直崖之後嘅路況已經冇咁危險，但同靈象石一樣，依然有一定嘅斜度。上到嚟見到堆芒草，就差不多到頂啦，喺度回個氣先。由爬嗰幅直崖開始計，用咗20分鐘嘅時間上到嚟高海拔702米嘅馬鞍山。馬上嚟個360度鏡頭睇下先。牛押山，下面烏溪沙同西沙，繼續掃過去係石屋山、岩頭山、雷打石山嘅方向，近望係彎曲山、大金鐘。回望返行過嘅吊手岩同牛押山，仲可以望到倒三角形狀嘅三角石河。呢個角度望似一個心形多啲喎。而家我哋離開馬鞍山山頂，向住彎曲山嘅方向落山。而家行緊呢一條山路係上嚟馬鞍山最容易嘅山路，可以喺馬鞍山村上馬鞍山郊遊徑經麥理浩第4段轉上嚟呢度。因為我哋要喺天黑之前落到山啦，所以行礦場外脊都係落去馬鞍山村。行呢條就可以快啲落到山，但係就會難些少。落到嚟重要嘅分岔路，左邊去麥理浩徑同彎曲山嘅方向，
行礦場嗰隻就行入呢個警告牌。我有啲朋友可能淨係有興趣上嚟馬鞍山，分享多少少礦場外隻嘅路況，俾佢哋睇下處唔處理得到，多條路選擇。會經過呢幾個山頭落山。面前係礦場外隻斷崖嘅位置，個小山被削咗一半。條路都好闊，唔行咁出其實唔會有危險。當時呢度啲礦石含鐵量高，品質優良，所以主要開採鐵礦石，亦係香港唯一嘅工業鐵礦場。由1906年開採到1967年結業。行到落嚟武林聖地，之前好多電視古裝劇會嚟呢度取景。行到嚟呢度就差不多出到馬鞍山村。喺馬鞍山村可以搭村巴落馬鞍山站，但而家已經過咗6點啦，尾班車已經開走咗。所以我哋要沿住車路落返今日起點嘅位置。喺呢條馬鞍山村路行咗差唔多40分鐘先落到大馬路啊！今日用咗6個鐘頭，行咗5.5公里。分享到呢一度，下次見。